尊敬的温主席，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今天很有缘啊，有这么一个机会呢，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我很高兴啊。那么在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时间里面呢，我将呢就我自己在教学这个《弟子规》的这一个体会，向大家呢做一个汇报那个《三字经》的这一个体会啊，向大家呢做一个汇报。那么呢，我主要是从5个方面向大家呢来介绍。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三字经》它的简单的概述。大家对《三字经》都是比较的熟悉了都是比较熟悉了。那么《三字经》呢，跟我们百家姓、蝎子文，他们合起来称为呢300切，作为我们的国学启蒙3大读本。那么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三个启蒙读本从时间的这个排序来看呢，其实呢它的顺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从时间来看，出现最早的是哪一本书呢？是哪一本？蝎子文，对不对？蝎子文它的成书时间是最早的。它在我们的南北朝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蝎子文它是出现最早的，其次才是百家姓，最后才是三字经。三字经它的这个成书是在南宋的末期，元代开始呢流通，明代开始呢作为这一个大规模的推广。所以从这个排序的这个顺序来看呢，三字经它出现的这一个时间应该是最晚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从教学的顺序来看，你看我们300切，第一个应该是排到哪里？对，第一个就是排的是三字经。第一个排的就是三字经。所以这很有意思那么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悟出一些原因。我们看这三本书的它的这个名称，一个称为经，一个称为文，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知道能够称为经的，一般的话都是圣贤他的著作，对不对？圣贤他的著作。所以的话，由此可见，我们三字经它里面涵盖了很多关于做人做事以及天文地理道德等等各个方面的这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这一个知识和理论。所以我们首先呢，就从这一个三字经它的这一个它的这个简单和百家姓和蝎子文它的这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三字经呢，它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古代，在我们古代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熟读三字经，把三字经读熟了，能干嘛呢？能够知千古事，能够通晓圣人理，是蒙学第一书，蒙学第一书所以三字经尽管它的这个篇幅不长我在你们手上每个人都发了一本书，我呢一张纸就把它全部给记载下来了一张纸1700多个字，不同的版本它的字数是不一样的，所以三字经的版本比较多我这里依据的是那个最初的宋版本所以呢
一张纸就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啊，它的篇幅很短，但是它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不光是在我们中国啊，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啊，在这个国外《三字经》的最早的这个翻译版本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家猜一下。大家认为应该是在什么时候？18世纪。18世纪，那就是17几年。17几年是什么朝代？啊？还没那么早啊，是吧？我们刚刚讲了，《三字经》它的这个最初它的雏形、它的原型，我们可以追溯到南宋中后期，在元代的时候呢，开始形成了这个呢，有比较固定的这个版本啊。到明代的时候开始流行。那么《三字经》它这个最早的国外的翻译本，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开始流行的时候，它的这个外文呢，这个译本也出来了。他是谁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的老师。我们都知道明朝有位传教士叫利玛窦，对不对？是的。利玛窦呢，他有位老师叫什么呢？罗介明。罗介明。当时他的老师带着利玛窦来到中国，最初不是在中国，是在澳门。所以呢，当时的时候，罗介明啊，他是非常的聪明，非常聪明。在澳门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中文，他就开始接触《三字经》，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书太好了，然后他就一边学习就一边翻译，然后就把《三字经》把它翻译过去了。所以就是说，《三字经》它的这个译本是非常早的非常早的。随后苏联、日本、美国、英国等等很多很多的国家呢，都出现了这个译本所以我们看《三字经》其实呢，在现在看来已经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了，它是属于了全世界的，对不对？1990年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三字经》把它归为什么呢？儿童道德百科全书之一所以《三字经》呢是从中国走向了世界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三字经》它简单的这么一个概述